思乡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此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望明月，心念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一个葛聂，一个小孩儿，区区2个人，居然让大秦300铁骑全军覆没。这个孩子的身份必定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单纯。鬼谷派历代掌门一生只收2名弟子，而奇特的是，这2名弟子从一开始就是对手。可惜比起葛聂的剑法来，还是只能屈居第2。葛聂，一个很难忘记的名字。这段时间，墨家活动频繁，筹划着对嬴政不利的计划。想必这也是李大人来找我的原因吧。当年魏庄先生一剑封侯，杀死墨家首领的事迹流传甚广，墨家弟子至今仍然对您闻风丧胆。这些年，他们在各地到处找我，就是想要杀我，为首领报仇。这次葛聂的行踪与墨家有很多关联。葛聂保护着的那个孩子是什么身份？一个不应该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。我得到那个孩子，你得到葛聂，这是一笔交易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走吧。是。是不是要出发了？无双、苍狼、白凤，他们几个人现在何处？我去通知他们集合。无双就在离上党300里左右的深山中修炼。让无双先去查一下。一个人对付这么多敌人，实在是太帅了。这套剑法无论如何要让大叔教给我，看谁还敢欺负我。大叔受伤了，真是没有想到，这一路上他一个字都没提过，这就是强者吗？大叔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吧。你累了？大叔，你受伤了，流了好多血，得找大夫治，不要再走了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天明，你不是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吗？这还用说？当然要了。那你记住，这条路
你一定要走下去，无论我是否在你身边，知道吗？大叔，你要离开吗？大叔也真让人伤脑筋，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要死撑门面。好了，现在轮到我受罪了。不过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别忘了，你答应过要让我变成强者，不再受人欺负。大叔，喝点水吧。大叔，你再休息会儿，马上你就可以吃到我给你准备的美味烤山鸡。有我这样的人在身边，你是不会吃苦的。别急别急，再坚持一会儿。你们一起上吧。少主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么认真，每次陪你练剑都要挂彩。如果正式面对敌人不认真的话，就不是挂彩的问题了。梁叔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有敌来吧！有敌人，大家准备御敌！站住！梁公，你带人去探查情况，留下10个人保护村庄。少宇，你留在村子里。明白了，交给我吧。范师傅，为什么不让我去啊？统兵之帅要能够坐镇3军，
指挥若定。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就大惊小怪，这就犯了为将5大忌讳中急躁的错误。明白吗？啊？不准动！你们不许过来，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哼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这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是谁？你们不准过来！这人受了重伤，谁把他打伤的？这和你们没关系。那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刚才生了堆火，烤了一只山鸡，你们这群活鬼就突然冲了过来。不许乱说话！烤山鸡？梁叔，你看那小子手中的剑。小家伙，你手上那把剑从何而来？是我大叔的。给我看一看。凭什么给你看？少宇，小心点儿，这小子有点古怪。我只是看一下，看完就还你。不行，我可是很难拒绝的。少宇小心！少主小心啊！啊！这个看起来像是秦国文字。秦国文字？别动，别动！放开我！是秦国文字。难道这小子是秦国的奸细？是不是冲着我的行动而来的？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剑，它的主人身份必定不同寻常。小子，你的大叔叫什么名字？我不告诉你，你们这些坏蛋！看来刚才的火流星是一场误会，应该是这个小子烤山鸡歪打正着，意外的点亮了烟火。意外？今天这里是谁值夜？沙龙，他人呢？哎，从刚才到现在一直没有看到过他。按理说他应该在这里站岗的。这人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们找的是不是这个人？沙龙，阿龙被杀了！有敌人，大家小心！什么人？给我滚出来！作战的时候真真假假，瞬息万变。大家小心，敌人在后面！阿根，阿亮！快点逃啊！危险！这都是坏
你的目标是一个用剑的人，剑的名字叫渊红，那是把非常特别的剑。我相信，只要你看到它，就会知道。大家要不惜代价保护好少主，全力阻击敌人。少羽，你先退下山，这里有我们挡。不行，我要和你们在一起。少羽，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你肩负的使命。继续杀！当所有人都为突如其来的袭击震惊时，天明的脑中却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。也许在未来的岁月里，你都要独自去面对危险和艰难。或许你永远无法像其他的孩子，享受父母的呵护和温暖。但是你要记住一点，你所拥有的爱，并不比任何一个人少。你的生命原本就是用巨大的代价换取的，所以，我的孩子，你不要害怕，你要坚强。